住啊！要饭呀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我救到帮主了，帮主你安全了，帮主。烧到脑袋！快躺下，我来救你！我们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从今以后就是我的了。要能找个什么地方躲躲就好了。姑娘摘的花很美，但若有芳草的陪伴，那就更加的完美了。你是谁啊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哎，在下只是匆匆一个过客。哎，看姑娘在这山里摘花，说明姑娘对这个山很熟了。那当然了，我家就住这附近啊。啊，实不相瞒啊，我在这山林中迷路了，现在又累又渴，不知道能不能到姑娘家去歇一歇脚呢？你要去我家吗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姑娘，我实在是太无礼了，怎么能初次见面就提这种要求呢？我还是自己走了算了。哎，我可以带你去，不过我担心你会害怕。不怕不怕，怎么会怕呢？没有人比捉目的更可怕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没什么没什么，姑娘，人美心善，不知道方姓大名呢？白晶晶。好听。晶晶姑娘，求你家住哪里啊？你看，这就到了。什么？你家也住这里啊？也啊？对啊，我家就住这儿啊。晶晶，姐姐。姐姐。晶晶，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哎，你臭猴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四处找你找不到你啊。其实你怎么跟我妹妹在一起啊？姐姐，你们认识啊？这个人刚刚在林子里迷了路，说要到咱们家里来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其实呢，刚才啊，我是去熟悉山形了，没想到这里山路纵横，隐蔽清幽，不出所料我就迷路了。幸好这位晶晶姑娘，所以呢，我才请她带我回家来的。原来你知道我住在这里，所以你是故意让我带你来的啦？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妹妹住在这儿啊？你告诉我的吗？你不记得了？你跟我说过你有一个妹妹叫白晶晶啊。真的？姐姐你提过我呀？姐姐你这一去不回，我还担心你把我这个妹妹给忘了呢。哎呀，怎么会呢？我们俩姐妹情深，我怎么会忘了你这个妹妹呢？哦，原来你不是路人，而是客人啊！哎，姐姐你快告诉我，他到底是谁啊？是孙悟空。孙悟空？当初姐姐离开古墓，不就是为了杀了他吗？原来是这样子的啦。很多事情呢，你就想象不出来啦。你跟这个猴子呢，我们两个人就不打不相识了。所以我们两个人现在准备嫁给我。你说什么？我不想让你轻易暴露我们的关系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向你隆重求婚。到时候，你就可以向你的亲人、朋友、同学们正式介绍我是你的夫君了。夫君？你们在说什么呀？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儿不能让我知道啊？我跟你姐姐呀不打不相识，所以我们就成为朋友了。你姐姐说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，想给你一个 surprise， 所以才没告诉你吗？
盘丝洞，紫霞这个贱人又想做什么？马大宝喝醉了酒啊，忙把家伙。谁呀？谁呀？你给我出来！看我整不死你！我。你要打谁呀？我是说，谁要是敢打仙子，我一定饶不了他。我问你，这枚果子是紫霞从你这里买的？这不就是仙子之前买的不昧果吗？不昧果。喝了。你确定是我自己本人从你这里买的？你逗我玩呢？不会真的有副作用吧？什么副作用？我之前告诉过你的。那你就再详细说一下呀，这个副作用到底是什么？这个果子呢，虽然吃下去可以不用睡觉，但是副作用就是，一旦服食过量，反而会很容易睡着，而且会彻底的不省人事。有多彻底？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就像灵魂消失了一般。你可不能怪我啊，是你之前说的无所谓，我才卖给你的。如果你一定要索赔，对不起，本店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。这果子还有多少？我都要了。哎呀，这么好，你为什么不带我走过来呀？嘿！哎呀，你们家这么好，为什么不早点带我过来呢？啊，古董哎。哎，姐姐，你不是说他之前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吗？我看怎么一点都不像啊！哎呀，说起来也真是神奇呀！经过这段时间的锻炼呢，我已经完全的痊愈了，并且呢，还可以在这个古墓里自由的穿行，而且还要做一些早该准备的惊喜。哎，嘘，你不要告诉我过程，我只想知道结果就行了。哎呀，你们说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呀？快点告诉我嘛！惊喜是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要向我求婚？你还记得当天我送了你一棵草吗？当时我在山林里看见了我的心上人，他天真烂漫，可爱善良，手里还捧着一束鲜花。当时我就想，如果我能够在他身边，哪怕只做一棵小草也好。所以我就摘下了一棵草，慢慢走向了他。我在想，如果他能够接受他，并且喜欢他的话，那我和他之间一定有着上天注定的缘分。可是这个已经不是那天那棵草了，花在古墓里都开不了多久的。你送我的那棵草，我也一起给扔了。这个是我今天新摘的，好看吗？这不重要，我可以陪你天天去采。重要的是你接受了它。那么今天，你愿意接受？等等，你说我是你的心上人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我闭上眼睛，全世界都是你。我闭上眼睛了，可是没有看到你啊。因为我在你心目中太近了，通常太近的东西你是看不清楚的。那我怎么才能知道你是不是我的心上人呢？这个你冷静下来，好好的想一想。当时我只是一个路人，而你答应带了我回家，你为什么要带我回家呢？你会带一个路人回家吗？哎，你曾经带过路人回家吗？没有啊，我也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我因为爱情。你做了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，说明那一刻你已经爱上了我。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奇妙，我幸福的快要晕过去。哎，等等，信息量太大了，我一时
都反应不过来了。没关系啊，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反应不过来这么多东西的。不过你想想，这是上天注定的，够我们嚣张的了。晶晶，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这也太突然了。不过我还没成年，人家还未满18岁呢。啊，这个没关系，我已经满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等你。待你成年之日，就是我们洞房之时。你愿意接受我吗？原来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玉佩，我把它送给你。等到我18岁，你就拿着它过来娶我，好吗？我这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，她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等我。干什么呢？来的正好，快帮我看看哪个耳环配我啊？哪个好看？我看看啊，姐姐这么美，戴哪个都好看。哟，今天是吃了蜂蜜了吧？嘴巴那么甜。我是开心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你我2个人生活在这个古墓里，现在多了一个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青青啊，你都知道啦？那你快跟我说说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他很浪漫，而且心思也很细腻，他的声音也很好听呢。青青啊，姐姐希望你能幸福，也能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呢。找到了？虽然我出道晚，年纪也小，但是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找到我的真命天子，而且我们都已经立下婚约了。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就是孙悟空啊！说什么？白晶晶，枉我真心把你当姐妹，竟然敢跟我抢男人！姐姐，少废话！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别叫我姐姐，你不配做我妹妹。姐姐，你们慢慢打，我先走了。空空，你快帮我跟姐姐解释，快点啊！还解释什么？闪灯！哎，等等我！这又是何苦呢？大家都是朋友，你们这样让我感觉你们一直在监视我一样，我很不舒服。何止是监视你呀，我是监视你们所有人。哎，为什么我们要被监视啊？不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他样子很粗。就是，我一堂堂的帮主，威严何在？
我觉得吧，还是先把我放了吧。你们这群草莽野夫，看到女人都走不动路。不过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美若天仙的妹妹来了。为了她的安全，我得把你们全部监视起来，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妹妹呢？其实吧，我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倒不如让我亲自。就不劳烦姐姐费心了。我们来到斧头帮就是客人，已经很麻烦各位兄弟们了。既然我们要在这里久留，兄弟们还是自在些比较好。以后就劳烦各位照顾了。晶晶姑娘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晶晶姑娘说怎么做，那咱们就怎么做。谢谢帮主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看吗？太好看了，但是我没想到晶晶姑娘的口味这么重，看来凡人是无法入你的眼了。我也没想到斧头帮跟我挺有缘分的嘛。在下就是斧头帮的精髓啊！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多久。看什么看？是我瞎你啊！哎，老张家，她们俩是姐妹，怎么觉得她们在较劲呢？这还用说？这两个女人分明就是貌合神离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像她一样中了迷魂剂。够不够啊？哎，我想送晶晶姑娘一台骨头窖，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这些骨头够不够。来人啊！大人，大人饶命！饶命！大人，大人饶命啊！我们只是路过，大人，我们只是路过此地，大人饶命！大人，我说你们几个等什么呢？啊，给我拖呀！来，两位仁兄，请坐啊！真的是太对不起，让你们受惊了。这个肘子呢，你们尝尝，压压惊啊！谢大人饶命，谢大人饶命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就在这坐着给我吃，吃完了骨头给我留下来。啊，是。如果这装备不想要啊，偏又要是不要。
金星姑娘，我来也。笑得如此好看，没想到你这么喜欢我呀！只可惜金星姑娘只关心着五岳山的那些游客们。瞧你说的。不过今天都有什么人上山呀？有没有遇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？那倒没有，但是呢，我找到了很多金星姑娘喜欢的骨头。骨头？哎呀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骨头超级可爱啊？特别的可爱。我看到金星姑娘这么的喜欢，那我也就放心了。但是，你也不要太辛苦了，你给我的已经够多了。如果你要再能给我找到脚底板有3颗痣的人，我就会更喜欢你了。那没问题。但是如果金星姑娘你……就这个了，我收下了。明天还是在这里，我等你哦。连你敷衍我的样子都是如此的可爱啊！你都跟那个小贱人说了些什么？小贱人？谁呀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认识。少跟我装蒜！那小贱人都问了你什么？你告诉我白晶晶喜欢什么，我就把我知道的呢都告诉你。还不快说！你少跟我谈条件，没有资格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跟那个小贱人说什么，就得跟我说什么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说，有没有找到脚底有3颗痣的人？没有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！你想讨我妹妹欢心啊？你这一身毛不行啊！她不喜欢有毛的，她喜欢光滑洁白的，懂吗？懂了。你呢，去讨我妹妹欢心，然后你去问她，为什么要找脚底有3颗痣的人？你问问她，来到这儿还有什么别的目的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她呢，叫我一声姐姐，你想让她喜欢你啊，就得先过我这一关，知道不知道？知道了，姐姐。姐姐也是你叫的。哼。晶晶，你还是走吧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个坏人啊，我配不上你的。我们不要在一起了。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这不就够了吗？姐姐为什么会生气啊？啊，这个或许呢，他以为我喜欢的是他吧。那你告诉姐姐，你喜欢的是我，要跟我在一起不就好了吗？她会祝福我们的。啊，对呀，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但是你真的喜欢我吗？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定情信物呀，它是用我对你的思念化成的藤条，希望它能够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陪你到永久。我喜欢。以后
我就用它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我喜欢。好吧。空空，哎，你现在就去跟姐姐解释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嗯。孙悟空，我喜欢你。谢谢，我更喜欢你。我等你回来啊！休息一下。孙悟空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仙子，天大的误会，我真的是孙悟空啊！孙悟空是能拔出紫青宝剑的真心人，你说你是？拔剑给我看呀！还敢狡辩，受死吧！等一下，东鹏特饮维生素功能饮料，法力恢复一瞬间。红鲤鱼，浪翻我去西地。红鲤鱼，你原来真的是孙悟空啊！早就跟你讲过了吧？就多喝2口，怎么这么大力？我杀了你！东鹏特饮，年轻就要醒着拼。是我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好啊，你跟我解释啊。你一定是觉得我见异思迁的吧？你错了，我没有。你死性不改，你是不是喜欢白晶晶那个臭丫头？难道我还不如我还不如？你要干什么？要赚钱你找我吧。你都不愿意陪我住在这儿，我留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我留他们还有什么用？我是不想跟你住在这里，因为你不属于这儿，你应该属于美丽的地方。我想带你去美丽的地方。留着你这些话，去骗白晶晶那个小姑娘吧。我才不会相信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我也不信。但这就是实话。你经常骗别人，但是我不会骗你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我需要的是体贴的、成熟的、聪明的女人。
比如你。你不是说你要娶她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你觉得我可能娶那种黄毛丫头？他说你们俩有婚约了。那是他喜欢我，我对他根本没有感觉，这能怪我吗？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我知道你不相信我，我也不想解释太多。这是什么？地呀。地上是什么？土啊，小玩具。我不要你用时间证明，现在此时此刻，你去跟白晶晶那个臭丫头，给我做个了断。不如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天涯海角，浪迹天涯。好啊，不过此时此刻，你去跟白晶晶去给我做。什么黑晶、白晶、亮晶晶，通通不懂我心情啊！饮食一刻，古墓往西2里路，村口大枯树旁，我们私奔。你是认真的吗？不能更真。你确定？一定以及肯定。好啊，那我们俩击掌为盟。你干什么呀？送你一记夺命掌啊！饮食一刻，古墓往西，村口枯树旁边，我给你解药啊！哎呀，春春，你太冲动了，不如现在给我吧，这个很痛。你只有2个时辰的时间了，你自己想清楚，是继续浪费时辰呢，还是把事情解决处理掉呢？哎呀，春春，这个真的不好看，要不……你不是说喜欢姐姐那种风情万种的女人吗？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现在不想说话，尤其是对于感情这种事情，你看了就懂了。你还没有看完吗？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我不识字看不懂啊。好吧，我念给你听啊。晶晶，我爱你。可是春三师娘无法接受我们相爱的事实，所以我中了她的夺命掌。如果没有解药的话，我就必死无疑了。可是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没有办法去找解药，我的性命全在你的手里了。饮食阴刻，古墓往西2里山路，村口大枯树旁，春三师娘会在那里等你。这么短的信，有这么多的话呀？啊，这个呢，越有学识的人啊，
用越经典的文字表达出更加丰富的内容。这个以后有机会我再教给你啊。可是我刚刚明明听到你说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是，刚才是村山能打我，逼迫我那么说的，其实根本不是我想说的话。你看，我现在的性命只能交给你了。你会保护我的吧？你会对我负责的吧？我会保护你的。可是你送给我的骨片，我都给它搞碎了呀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种东西不要也罢，回头再伤到我。我最亲爱的你，乖。你怎么了？好难受，好难受，好难受！等着，不着气了，没有用，快去给我解药。好，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回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哇，这酒吧真是好贴心啊！瓶子里放的是泻药，饮食一克，古墓往西2里山路大柳树下，夺命掌和泻药的解药一起给你。春30秒。个大香蕉啊！我臭婆娘，坑我呀！师妹，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来找你拿解药的，你把解药给我就行了。我们姐妹一场，你见到我第一句话，竟然是为了这个臭猴子来要解药。好啊，他想拿解药，让他自己来。他都被你打伤了，怎么自己来啊？你是不是傻？你被他利用了，你知不知道？还在替他说话。我问你，他是不是跟你说过要娶你？对啊，他跟我说过啊，而且我也会答应他的。你就为了一个烂藤条，把你给骗傻了吗？你的感情也太廉价了。这是我用我修炼100年的蛛丝，给你做了一个新的骨片。姐妹情分一场，就当是临别的礼物吧。临别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晶晶，我最后再劝你一次，不要再上他的当了，他都是骗你的。你骗人！如果我告诉你，他也说过要娶我，而且还要跟我私奔呢？他明明说要娶的人是我，你别再多想了。你这个蠢女人，你怎么那么笨呢？